我主人仲未覆我啊，講咗好多次5分鐘內覆我噶嘛，可能電話冇晒電啦。冇晒電都要覆我，話俾我知佢冇晒電㗎。佢訓練緊你同埋戰士啊！佢就係恃住我中意佢手嘅鐵拖輪衫，就成日唔覆我。衰人衰人衰主人，中意咪好咯。咁中意咪想佢覆我咯。你仲中意佢啲咩？上進咯，有主見咯。佢唔覆你咪因為上進緊咯。佢個主見咪就係唔覆你咯。唔係要呢啲啊。咁你要咩啊？覆我 message 啦，like 我 story 啦，令我成長啦，陪我睇韓劇啦，幫我優秀咗啦，等我去廁所啦，俾我安全感啦，給我小驚喜啦，送我鬧夫婦啦。猜你幾矛盾？有咩問題啊？安全又點驚喜啊？優秀咗又點成長啊？等得你去埋個廁所，仲邊有時間買鬧 BB 啊？我想開心啫嘛。你係想貪心，你想喺一個人身上揾到所有嘢，又要人秒回，又要人上進，又要有主見，又要聽你話，又要霸道總裁，又要純情小白豬。我要霸道小白豬啊！韓劇嚟㗎。咁如果韓劇都未拍到，現實點會有啊？有之冇，就好似奧洛密斯咁。奧洛密斯？奧洛密斯有11個檸檬咁多嘅維他命 C， 係有氣飲品又係健康飲品，係能量飲品又係送飯飲品，冇衝突㗎。我識飲品係飲品，男人係男人。你好似好明白愛情咁喎。有啲研究啦。咁點解你冇男朋友嘅？我有奧洛密斯。維他命 D 賜我元氣，維他命 C 強身健體，仲有蜜糖滋潤，甜甜蜜蜜。我要成為我自己嘅戰士。唉，你走啦。